边他想跳，你看没？让人拉开的供给他。不要看。拿着他耳朵呀！天，他这样看着我，我很害怕呀。为什么？他眼神，他为什么老要这样看着我？关键他的牙还。太形象了。导演，我就这样演啊，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。Go where no one has ever gone。我们是不是要换音效？天哪，力气很大吗？哇，这应该很重。你给我拿这个。你不是去看服装店吗？现在改想法。我这边3节指鬼。快点搬纸轨来，这个我帮你拿，搬纸轨，快点。快点，来给我做。专属有花果刀吗？给我啊。出激动啊！